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现代讲哪色，可能古早听老一辈讲空色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空色空，读空空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空，就是青色，佮小可赤色的意思，也就是绿色，佮加红色，也就是深蓝色，或做空色。空色空，有人讲是为日语来的，也毋过古早台语字典就有记录。照古早字典解说，空色是比蓝色搁较深，也毋过现代有的地头拢是男咧讲、男咧用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几个词。头一咱看到空色，照古早字典解说，空色就是深蓝色。刷来词，共款嘛是讲看到这个色水，有人讲是紫色，嘛有人直接讲蓝色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三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老一辈讲空色，有可能是讲深蓝色，也就是有蓝色，搁加一丝仔红色。现代有的所在讲空色，就是讲蓝色。另外，伫台南甲高雄，嘛有人直接讲是紫色、蓝色。新竹有人讲是青色，金门就有人讲天空色。同一款的色水，无共地头，有无共的认捌概念，实在真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空，空色的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